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每日市場簡報。我是黃老，今天是2026年3月2日。今日市場概況，恒生指數下跌負2.14%，收市報26,059.85點。今日市場總結，恒指下跌負2.14%，市場情緒審慎，建議投資者保持審慎，等待市場穩定再作部署。今日精選推薦，騰訊現價514.0元，漲跌負0.77%。關於騰訊，今日走勢下跌，表現與大市同步，投資者可以留意其在行業中的地位和基本面表現。建議投資者自行做好功課，謹慎評估風險。板塊方面，科技股和金融股今日表現較佳。其他熱門股票方面，騰訊下跌負0.77%，阿里巴巴下跌負4.55%，匯豐銀行下跌負5.16%，長江基建下跌負0.82%。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，請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們下期再見。